自2026年2月17日，撒利教会新春庆社礼拜。大先咱来听读圣经，耶利米书13章第1节到11节。上主对我讲：你去买一条满布做的腰带来下腰，毋通家己浸伫水里。我就照上主的话，买一条腰带下腰。上主的话第2遍甲我讲：将你买的腰带下底起来，去幼发拉底河，将迄条腰带藏伫石头旁。我照上主的命令，将迄条腰带藏伫幼发拉底河遐。过真侪日，上主阁对我讲：你赶紧去幼发拉底河，将我叫你藏伫遐的腰带摕来。我就去幼发拉底河遐，将我藏的腰带挖出来。我一下看腰带已经烂去，无路用啦。上主阁对我讲：我要照安尼破坏犹大的骄傲，以及耶路撒冷搁较大的骄傲。这个邪恶的人民毋肯听我的话，对因固执的心去拜别个神明，因会亲像这条无路用的腰带。我爱以色列甲犹大全家甲我结连，亲像腰带甲人的身躯结连，成做我的子民，互我得到名声、称赞甲荣光。毋过因毋听叹，上主安尼宣告：六兄姐大家平安，新春恭喜，新年快乐。农历过年是咱民俗上界注重一年一度的大节日。为着要好过年，咱伫过年前会加真努力加倍做工课，望甲代志先处理好，就通好好伫过年的几日内有比较较充盈的时间，通甲亲情朋友好好享受团圆甲交谊，也是出外放松旅游。今年是农历的马年，咱台湾并无出产马，马对咱来讲是较稀有的动物。总是咱的俗语也有一句话讲：咱马也有一部踢。无论是勇脚马，也是咱马，马拢是有力的象征。总是诗篇27篇也提醒咱讲：有人倚靠车，有人倚靠马，毋过咱只有夸口上主，阮的上帝的名。对咱来讲，咱所倚靠甲夸口的，就是咱的上帝，诚做咱的帮赞，也诚做咱大家的欢喜甲娱乐。过去伫电视甲电影还未发明流行以前，大众主要的娱乐就是庙口看戏，无论是歌仔戏还是布袋戏。做戏的目的就是要答谢神因甲娱乐大众，也表示赞助者伊的身份。搬戏的人透过因所演的戏，有的表演者因为因的戏演了诚好，就袂输今仔日的大明星甲歌星受人赞赏甲追捧。戏剧因为有故事性甲生动的肢体表演，
所以就容易互人看有甲会当拍动人的心。有人咧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边仔顶有迄款人，戏边仔骹也有迄款的角色。做戏的恐看戏的戆，毋过好戏往往会感动人的心，也会当激发人采取好的回应。先知耶利米是一个表演艺术家，伊数度用伊的行动来表现甲传达上帝爱伊讲先知性的信息，包括上帝无爱伊结婚生囝，互伊孤单一世人。上帝以色列人要受上帝刑罚，也会变成做孤单袂输是无某无囝的人。今仔日咱所读所听的圣经，是上帝爱伊去买一条麻布做的腰带，然后带伊到伫远远巴比伦大河边的石头旁藏伫遐，然后经过几日后去甲挖出来，发现腰带已经烂掉去，成做无路用的物。腰带下腰表示力量，烂掉的腰带表示无力也无路用。这是咧指上帝要互以色列人流亡去到伫巴比伦，成做无通开口、无路用的族民。这是一种强烈警示作用，用真实戏剧来做演出。只是真可惜，迄时的以色列人急皮皮，毋知上帝甲先知耶利米的用心良苦。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9节，这所在安尼讲：因为我伫想上帝有安尼安置阮遮的使徒伫尾流，亲像已死的犯人，因为阮诚做一病戏，互世间、甲天使、甲人看。保罗伫遮讲，因正会做使徒的，亲像死刑犯伫游街示众，袂输是咧扮演一出死亡的戏，伫互世间人、天使、甲人看。死刑犯有百款，会互人游街示众，就表示伫要执行公开处决，差不多无转圜的即个机会，会公开因的罪行、罪状甲处决的方式。总是基督徒若甘愿为主受苦、为主顺道，这是极大阳光信仰的勇气甲见证。老人去日本九州的长崎伫遐来佚佗，伫遐有一间天主教堂甲外面的纪念墙，是咧纪念伫日本幕府政权的时代的殉教的即个26名的圣徒。这发生伫大约430年前，1597年2月5日，有6名的外国宣教师甲20名天主教徒去互日本幕府政权摆一排钉死伫十字架顶。上少年的殉道者才12岁，因受称是日本26个圣人。因真真正正是保罗所咧讲，用生命殉道，
伫演受难记的戏。当然，上帝要爱咱演的人生的剧本是甚物，也只有咱家己去诠释，因为每一个人，咱拢是家己人生故事唯一的主角。新的一年，用这做新春礼拜的主题，检采有人咧讲无啥吉调。毋过上帝若是互咱是做一只懒马，咱犹原会当用咱的后骹来踢。今年上帝也互咱撒个教会有一个真好的机会。会当甲电影公司合作来拍公共电视的戏，神来的时候，这部戏是鹿港出名的文学家王定国老师的小说内面爱情故事中间的一篇，要改编成做90分钟的单元电视剧。导演是林正杰先生，咱会当伫网络找到伊的小解甲资料。伊拍过电影中最遥远的距离，也捌得到第9届台北电影节甲国际威尼斯影展的大奖，所以伊拍出来的戏有一定的水准甲深度。男主角是找即个黄飞先生吼，伊是好尾人。神来的时候，这部电视戏有定会伫3月就开拍，其中会伫3月15日礼拜日来咱教会拍一日的戏。为着这一日的戏，因已经前后来咱教会至少4遍，也有写公文来讲正式要拍的代志。咱若有兴趣，当先去买小说来看，这是真有深度也真有意思的一本小说。故事大约是咧讲，男主角是一个彰化县的人，细汉家境无好，兄弟2个人，爸母主要是栽培大囝读册，细汉囝也就是男主角爱对伊的老爸半暝去田沟也是溪来电鱼掠鱼了后去就近的市场去卖，然后转去才会当去读册。无意中，伊佮意着一个读彰化女中的二水姑娘仔，毋过，互女方的家长知影了后，真反对，佮阻止因来往。男主角就失志，也变成做放荡做歹囝，了后叫老爸赶出去。等到因老爸死了后，伊转去参加告别式，也引起伊的兄哥一家4个人的紧张，惊伊转来毋知要阁舞倒一出戏。经过一段时间，男主角出现讲，伊来伫西螺咧饲蜂，也做小生意。毋过因兄哥一家偷偷来找，发现讲阁去互骗去。原来伊的小弟只不过是一个流浪汉。有一日，伊的兄哥接到西螺教会的一通电话，邀请因全家来参加圣诞礼拜的聚会，讲男主角伫礼拜中要做特别的分享，所以因兄哥全家就伫圣诞节来教会参加礼拜，也听伊做见证。这就是这部戏为甚物其中一个要爱
来咱教会甲咱做伙合作演出的原因。男主角伫信仰见证中讲，伊来西地是为着要食免钱的爱餐，定定来教会做礼拜，食爱餐，甲包菜尾转去会当做暗顿。伊会信耶稣，是因为伊大下厝后面的空地仔竟然家己生出青菜，伊认为这是上帝送互伊的新约甲礼物，所以受感动，决志信耶稣。当然，伊毋知这是因兄哥两个囡仔偷偷甲菜籽也踮遐，想讲这就是新约。故事的发展其实是男主角伊着癌症到尾期，无钱通看病，也放弃治疗。伫伊得要死以前，伊有甲伊的亲人以及伊以前无缘的爱人做生前的和解甲告别。小说的内容写了真好，真有乡土味，也文学性、艺术性，相信拍出来的戏也会真感动人。这出的小说改编的戏，也互我咧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啥物是新约？什么是新约？当去年年底编剧兼导演第一遍来伫咱教会咧做勘察时，发现咱教会甲小说写的教会真相像。入来的所在有双排的树仔，内面有古典的礼拜堂，礼拜堂的入口顶仔骹阁有医疗。第二遍、第三遍来，伊也一直咧讲新约，要解说互剧组了解菜栽、菜籽甲鸟仔放屎发出来的菜野菜有啥物差别？为什么男主角会认定厝后空地仔发出来的菜是上帝予伊的新约？当然，对小说也是看戏会知，迄菜是男主角的两个孙仔偷偷野菜籽发出来。总是，若对信仰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上帝的疼，也是上帝透过因孙仔对这个怪脚疾的疼，疼本身就是来自上帝的新约。第二个问题，我咧想讲，什么是好的见证？男主角伫教会做信仰的见证，见证上帝的疼，也见证教会分享爱餐，甲接纳伊的疼。我咧想，若这是咱实个教会真实的疼的表现，敢毋是真水信仰生活美好的见证？有互社会看到咱伫遮个上无上目的教会，来到伫教会中间有得到疼的接纳，也因为感受到上帝的疼，愿意来信主，来改变伊的性命，通甲厝里人重新和好。这也是主耶稣十字架的疼，甲恩典新约的见证。希伯来书13章1节到第2节讲，着继续相亲相疼，着会记得好款待出外人，因为有人安尼做，无意中接待着天使。用听好款待出外人，因为因可能是上帝派来的天使。第三个，我咧想讲，
到底咱要扮演啥物款的角色？因为编剧的剧本写了真短真简单，所以伫3月15日来拍戏的时，有真侪是爱当场听导演的安排指导，甲家己临场随机应变。咱的角色有人扮演牧师、中职会友、圣歌队员，是临时演员也是观众。演戏的内容甲实际做礼拜聚会的情形差不多，只是爱有排戏、拍戏甲重新处境，搁再拍戏才会配合若定。所以咱放互轻松自然，也免伤紧张，因为咱本来就毋是专业的演员，有可能人生敢若伫即边参加电视，而且是上优质的政府公共电视台的演出，导演甲团队也是拢真晓得。凡说因若即出戏得奖，咱也会因为因有大的光彩。咱会当做的就是第一，把时间留落来做临时演员协助拍戏；第二，加招一寡亲人朋友来教会做临时演员，因为是要翕圣诞节所以人爱较济，会较热闹。第三，戏若伫上映的时间咱着爱宣传做伙来看完整的戏的演出。这是上帝互你我咱难得演戏的机会。毋管伫戏内戏外，愿咱也拢诚做好的见证，领受上帝疼的心热，也诚做上帝看做好搁尽忠好的演员，来扮演咱家己人生的戏，来做咱家己故事的主角。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听，看顾阮平安经过旧的一年，也互阮伫这个农历的新年，伫这个新春的中间，来到主你的面前，做请谢礼拜。主伫人生的中间，你也有阮诚做阮家己故事的主角，也伫主你所为阮编写的剧本的中间，互阮也会当有好的演出来见证主你的荣光。阮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